殿下，你为什么丢了我给你的礼物？你怎么又跑出来了？侍卫是干什么吃的？连个禁足的人都看不住。十一殿下，你不要说他们。今天我来是有事要问你，你为什么丢了我给你的机关鸟？那种奇技淫巧却华而不实的东西，我一向最讨厌。不可能，你明明最喜欢这种小巧又精致的东西。公主别说的好像很了解我一样。你若无事的话，就回医馆休息吧，我很忙。你在忙什么？武陵爆发了伤寒，父皇命我前去救治，你我的婚期可能会延后。伤寒，武陵，又是武陵，我也要去。公主，我是奉旨前行，不是去游玩，你就别跟着我添乱了。我不是添乱，我是医女。瓦兹娇生惯养的公主，还会起医术来了。公主，你就别在这儿信口开河。你凭什么说我是信口开河？那你跟我说一说，你在哪里学的医术？学了多久？你是会你瓦兹的医术，还是会我新明的医术？公主，好好备驾，别再给我多生事端。你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去武陵。秦少，你有没有能易容的东西啊？这个可以有，但这些易容道具的时效只有1个时辰，想要溜出去，你得速战速决。大家赶快喝点茶，半炷香之后，我们继续赶路，天黑才有住宿。好。哎，你谁呀？我怎么之前没见过你啊？哎呀，大人，我是张小三啊，你忘了？张小三儿？我们这儿有人叫张小三儿吗？我是您二姑的小姨的小舅子。我有那么多亲戚吗？哎，张小三儿，你这胡子怎么掉了？哎，别跑啊你！哎，张小三儿。糟了！这还不算糟，等你真的被当成细作杀了，那才是糟了。齐欢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跟来，你就真的被砍了。跟我回去吧，公主。不行，我要去武陵，反正我不愿意。好，我陪你去。啊？你怎么这么爽快答应我？哎，拿着，回去2晚煎1晚啊。谢谢。哥，来下一个，有没有大夫？殿下，救救我哥！这武陵情况似乎很严重啊！快扶我下马！快，找人帮帮他！拿好啊！记住哈，2晚水煎1晚啊！谢谢。齐欢，我们还有多久能到武陵啊？明日吧。这几天风餐露宿，我到武陵啊，要好好吃一顿大餐。希望如此吧。哎，娘，你怎么了？娘，你别胡说！我娘只是几天没吃东西了，晕过去了而已。头，这里有人病倒了，武陵县城已封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把狗带回去，让我带走。我说这一路走来，所有的客栈都不接受从武林来的人。11皇子说，武陵有了伤寒，看来要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严重。原来现在已经这么严重了吗？那你还要去吗？要去。是为了11皇子吗？算是吧。殿下，有位女子在敲城门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人敲门？把他轰走。可是她说她是瓦兹公主。什么？佳人公主，你随我来这武陵城，
到底想干什么？我11殿下，你看起来好憔悴，要不要去休息一会儿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来，但是武陵城现在已经不能进出。既然你来了，就只能老老实实留在这儿，最好不要出去乱跑。万一不慎染了伤寒，我这里没有多余的大夫给你救治。何欢，公主，请。殿下，没想到公主跑这么远来找您，真是令人感动啊。别过去，你用这个捂住口鼻。是小云，她的眼睛又完全看不见了吗？徐老，那你折腾我什么劲儿？姑娘，我扶你起来，来。你没事吧？摔得疼不疼？是不是生病了？我没有生病，我是因为看不见，所以才摔倒的。我叫云竹，姑娘你怎么称呼？我是瓦子的公主洛佳人。啊，不用行礼，不用行礼。云竹姑娘，你住哪儿？我送你回去吧。小云，徐大哥，徐大哥，这位是瓦兹的洛佳人公主。刚才我摔倒了，她帮我扶起来。我来了。谢谢公主。不客气，徐大哥。真默契。哎，对了，快到吃饭时间了，我们请他们吃一顿饭吧，作为感谢。行。菊花，来。冷宫里的云竹，她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个男人为什么这么想去有正？这个是我的侍卫，他叫吉欢。走。吉欢，走。所以说，武陵的疫情已经几个月了，而且已经死了几十个人了，是吗？当我发现不对劲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徐大哥，要不是你让我别随便出门，我现在怕是已经染病了。也是因为你平时做了那么多的善事，才会有神明保佑你啊。说起来，今天也是怪我，是我非要出门。不，都怪我，就是因为我要吃这个梅菜烧肉，你才会上街。你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想的意思喽。是那么烦人。哎，佳人公主，徐大哥，你们之前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不认识。云竹姑娘和公主之前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不认识。那你一定和徐兄是一家人吧？哦，徐大哥是之前摔伤了腿，我恰巧路过，就把他带回了云间堂。不过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我已然把徐大哥当做一家人。哎呀，一家人好啊，一家人好。公主，多吃点啊。佳人公主，你是为什么会来武陵呢？啊，你呀，还是叫我小贾，小贾吧。以后我叫你小云，好吧？好啊，小家亲切。我来这儿是因为听说武陵有10亿，明天我去现场一趟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。现场那多危险啊！你不怕被传染吗？没关系，我是医女，我不害怕的。哎，你们在武陵找到住处了吗？还没，晚点我们去客栈看看，看有没有多余的房间。小佳，你不是应该和11皇子住在一起？公主不会和11皇子住在一起。吉欢说的对，我们还没成亲呢。那你不如就住在这云间堂吧，城里实在是太不安全了。谢谢你啊，小云。徐总，家庭主夫啊。陆冉冉，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赵晨一人呢，你还想不想离开游戏了？你不是也没找到他吗？哎，
但是当初是你把他留在游戏里面，你考虑过后果吗？咱们俩不是说好了吗？分工合作，我去找王小云，你找王晨毅，我找到云楚了。赵成毅人呢？影儿都没看到，戴着个面具人到处跑。谁呀？他不是佳人公主的贴身侍卫，你设计出来的人物，好吧？也是。不过，他虽然戴着面具，我却觉得他似曾相识。哎，你不是喜欢赵晨毅吗？这两码事，好吧？他就是个 NPC。下面去吧。哎，不过，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云竹啦？我离开游戏之前，把他安排出宫了，放到了武林，一路上找过来了。哦，你作弊呀？不过我怎么看云竹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是啊，现在的云竹，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，不再是皇宫里的宫女，也不再记得我了。所以说，你介意的是他不记得徐有正，还是不记得徐朗你啊？哎呀，不过找到小云是好事，等你结束游戏了，再好好跟他道歉吧。现在的当务之急呢，是先找到赵晨毅。如果时间到了还没有找到他的话，我们就算解锁了金钥匙，也出不去。但是我们现在被困到武林了，根本就出不去。徐总，你真的不能解决一下这儿的伤寒吗？啊？我说过，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玩家，不过我倒是可以出去修改程序。但是我出去1个小时，这里半个月都过了。为今之计，就只能靠11皇子带来的这批人对抗这场伤寒了。不过我之前看过一本书，叫《伤寒杂病论》，说不定我能想到什么方子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。如果你想到了药方，可以让禽兽帮你解决。毕竟你现在有了外挂，可以调控这个游戏的任何物资。哎，多加点糖。喏。好，我现在给季欢送过去。拜拜，家庭主妇。我还没吃呢。季欢，季欢，你饿不饿啊？我做了面给你吃。你亲自做的面？这个是我亲手端过来的，4舍5入也算是我亲手做的。好吃吗？嗯。你跟徐朗很熟悉吗？我俩不熟，第1次见。你跟云竹为何认识？骆家人应该一直跟吉欢在一起，不可能认识姓名的任何人。我俩可能算是一见如故。你若不想说，我不问便是。你早点休息吧。嗯。这种感觉怎么和他那么像？小佳，这个面巾戴着很不舒服，能不能摘下来一会儿？不行，摘下来的话很容易被传染，你就忍忍吧。是啊，大家还是忍忍。哎，对了，季欢，去抓点药。对，按这个方子来。佳人公主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我想过来看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公主，你看这些人，发热、咳嗽，有的人手臂上还长满了红斑，而且这个病有一点特别麻烦，就是扩散性极强，只要有1个人生病，身边的人就会接连染病。现在带来的人都不够了，怎么办啊？这个是典型的传染病，现在需要做好的就是隔离和防护的工作。防护？隔离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把生病和没有生病的人隔离开，
然后把我们的整个环境做好消毒和清洁工作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一个屋子里，这根本就没有办法分开啊！请问这附近有没有可以把大家大规模隔离的地方？说到这样的地方，啊，这不就是吗？义庄。谁殿下，义庄那是放死人的地方，让我们去等死吗？我们不去，我们不去！大家安静一点，现在隔离是最有效防止传染的方法了，你们要相信我们。你们骗人！你们就是想让我们去送死啊！你们！我怎么能让你去送死啊？我家人公主陪你们一起，和你们一起隔离和治疗，这样可以吧？是啊。你疯了吗，公主？你没有必要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做赌注啊！你要相信我，现在我们只要戴好面巾，做好消毒和防护工作，我们就可以搞定的。这又不是绝症，这只是伤寒而已。你要相信我。公主，怎么，你也要阻止我？我陪你一起。不用，这太危险了。公主，我是你的侍卫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我会尽我所能保护好你。走吧。这儿连炭火都没有，怎么煎药啊？交给我吧。小心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自己喝吧，走。你以后还是要小心一些。我没事儿。季欢，今天太晚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那你呢？我啊，把这锅药煎完我就回去。我陪你。不过这个药方我已经试了好几个了，不知道为什么都不管用。你才来了3日，而且这几日你每日只休息2个时辰，持久下去，你这身体怎么受得了？大家都这样啊，其他的大夫熬的时候比我多多了。这伤寒不能再拖下去了，得快点找到解决方法才是。怎么了？还好没发烧。没什么大碍。我可能染了伤寒，你离我远一些。我也陪着你，我不怕。公主，你还是回大夫的住所吧，在这儿照顾我，万一染病怎么办？我能照顾别人，我还不能照顾你呀？而且啊，你现在得的可能也不是伤寒，兴许就是受了凉而已。你真的不担心你的身体吗？我不是说过吗？
我的身体我自己会照顾的。你是不是说凉了？是有那么一点，但是呢，我的身体我自己会照顾的，放心吧。这句话，曾经有人对我说过。是谁啊？是个女孩，她也喜欢钻研艺术。她温柔、善良、热烈。她还说喜欢我，但后来消失了。消失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再也找不到了，突然消失。那你喜欢他吗？喜欢，可是她不喜欢我。我将真心交予她，她却玩弄于股掌之中。你说这样的女孩，我怎么喜欢？所以我要找到她，我一定要问她，为何如此待我？兴许他只是有难言之隐，就像画本子里写的那样。画本。听说四殿下对我故事的结局好像不是很满意啊。画本乃是新名之物，公主能十全新名字吗？那是我听说的。不是也有说书先生吗？今天呢，我要讲的是一个西域修行之人的故事。原来公主也喜欢听新名的说书先生讲故事。公主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。好。奇欢他真的好笑。那你也早点睡吧。公主，公主，你看到公主了吗？李太医，你也来了。11殿下不放心公主在义庄，特命我在此照应。那你知晓公主去哪儿了吗？公主自己上山采药了。自己？哎，你要注意身体啊！公主，姬欢，你别过来，我痊愈了。我可能得了伤寒，我现在需要隔离，你别碰我。哎，你干嘛？这是命令。昨天你不顾危险陪着我，今天我也不会抛弃你。小佳他怎么样了？他发烧了，等一下我去煎药。你们不要进来，带好面巾。小云，别太着急了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不要给他们添乱。奇欢大哥，那你也要小心啊！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姬欢，你也走吧，别让我给你传染了。我说过，无论怎样，我都要陪着你。今日抱歉，我没有保护好你，以后我寸步不离。我去给你煎药。小心烫，最后一口。
你怎么喝我梅子啊？我感觉你会喜欢。躺下吧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就先走了。吃饭了。好。还是有点烧。还是有一点点。我刚刚调了个药方，你帮我煎个药吧。好。你知道吗？我这个新药方啊，是根据《伤寒杂病论》改良的。新配方。嗯。你要亲自试药。对啊。主要是它没有医案，要是有医案的话，我也不会比例都把不住。我不同意。没事，就是稍微有点头晕。对了，你能不能帮我去找一下李太医啊？帮我问问他师傅孙太医的孙氏医案有没有带在身边，我想拿来看看。那你乖乖吃饭，我马上去。谢谢。目前有所好转，只要多喝水，有利于排除体内的病气。来，哎，启欢侍卫，公主有何吩咐啊？我们公主在研究新的药物配方，需要借鉴尊师的孙氏医案一用。公主身在病中，竟还有时间研究新的配方，她一介女流，竟有如此毅力。这本医案是我出京之前师傅给我的，里面有他行医问诊的经验，再加上我的批注。多谢。不过我印象中这本医案只有我与小师妹知道。公主是何以得知的？你还有个师妹？说来也可笑，我印象中确实有位聪明的小师妹，但不知何故多年未见，就连我现在也记不得她的模样了。你可知她现在在哪儿？都是些胡话，还请启欢侍卫不要在意。李太医，麻烦您过来一下。若是没有其他吩咐，我先照顾病人。寻回来了。谢谢你啊，启欢。这医药案糊了。
菊花，谢谢。这都第几天了？已经是第15天了，殿下。还没想好解决办法吗？是，殿下。佳人公主呢？她那边怎么样了？佳人公主她好像染病了。什么？她在哪儿？公主在义庄的制药间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你？妹妹，大人，求你救救我妹妹！大人，殿下，不可！求求你救救我妹妹！求你救救我妹妹！怎么了这是？我妹妹刚才晕倒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赶紧给我宣太医，我先带他们上义庄。菊花，你醒了？嗯，都好了。你看。公主，我先过去啊。走吧。嗯。您就是佳人公主吧？我是。公主仁慈，求您救救我妹妹！大家都说只有您才能救她，求求您了！医生，医生，看看我妹妹。快起来吧，你们先把面巾戴上。你放心吧，你妹妹这是伤寒，又不是绝症，能治好的。菊花，你没事吧？我你先回去休息吧，这几天照顾我，你都没怎么合眼。好，去吧。二位放心，我先带你们去安置。啊，对了，十一殿下，这义庄的药材恐怕不够了，病人还有很多。这几天我列个单子，您能帮忙送去县衙吗？我会吩咐下去的。那你多保重身体。多谢十一殿下。